Hello Brandon，Hello Robbie， 大家好，快啲幫我分享。OK， 有個事情我要跟你們說，嚟，大家好，快啲入嚟幫我分享再分享，好唔好？因為今日咧，我有件事情想同大家傾一傾。有冇睇新聞啊？河馬入醫院啊？對啊，河馬同埋阿何生兩個打交啊，係啊。我哋呢啲梗係佢哋都知咩？梗係阿 B B， 點解你成日都知香港嘅新聞嘅咧？你咁犀利今朝我一見到我都覺得好搞笑啊 ！OK， 我哋兩個有個新 style， 對 ，new style，new style 唔係新 style。OK， 好看嗎？Jojo，Hello，Irene， 你好，你好 ，Irene 你好。OK， 嗱，你哋快啲幫我分享。今日我早少少開，早咗10分鐘左右啦。咁原因係乜嘢咧？因為咧，有班朋友咧一陣間會上嚟我哋屋企。我同你講一聲先，我一個壞消息我要向同大家公佈。等啲人出入嚟，你先公佈啦。分享，晚上好。新的朋友啊 ，please follow 我的 page 啊，我哋睇香港嚟嘅。Irene name，hello 你好。Hello Irene。好煩啊！你好喎，OK， 其實 Christine 你好。其實呢一個究竟係其實究竟呢一個係國語定係廣東話咧？真係好難。你好。而家你搞到我個嘴啊！我個嘴巴究竟唔知同你哋係講國語啊，定係同你哋講呢個叫做廣東話好 ？Jessie，OK， 對 ，my new hair design。我冇睇，因為點解咧？佢準備咧就爭啲講咗準備要結婚，唔好意思啊 ，OK。佢準備咧，小白，琴日小白你琴日做乜唔入嚟啊？琴日笑到你抽筋啊！小白，你琴日有冇睇重播？小白，你昨天有沒有看重播？你們喜歡我短頭髮還是長頭髮？其實我蠻喜歡這些短短的，但是他之前要我長長的。OK， 話俾你聽，因為咧佢要迎接啊 Pauline Ho 啊 Pauline Ho。OK， 上一次我問過這個怎麼讀的，我看一下。我話俾我好像是 Pauline。我看一下啊。Millionaire，等一下 ，OK， 快點幫我分享。Pauline 你好 ，OK。Mile 你好 ，OK， 好睇啊 ，Crystal。男生都喜歡睇女生長頭髮，冇錯。咁所以我之前就叫佢留長頭髮。他之前不給我剪的。OK， 嗱，聽清楚 ，OK。謝謝，好看。Jacqueline，Hello。因為啊，我等一下生完孩子之後，不可以經常洗頭嘛。我不知道你們那邊是不是，就沒有那麼熱。因為我生的時候是香港的7月份嘛。後生聽說 OK， 像 Sammy 嘅，你唔好擦鞋啦，小白。你的故事愛就愛獨自的。你成日喺度擦鞋，冇禮物嘅小白你。Justin，Hello，OK， 哇，剪頭髮啦 ，OK。阿姐，今天你哭嗎？我看見你做直播，你個眼睛好像雞蛋一樣啊，昨天沒有事嗎？你們快點幫我分享，我有東西跟你們說。真的有東西跟你們說 ，OK， 我他不聽話就好煩。你們新朋友，我問你們啊，新的朋友啊 ，OK， 我看到現在今天呢，蠻多新的朋友跟我們打招呼。小蔡你好 ，OK。其實我以前也是短頭髮的，我找一個照片給你看。不要說你好煩啊 ，OK。我要給他們看。我問你哋先，新的朋友，我看到很多新的朋友跟我們打招呼啊。我先問你們新的朋友 ，OK， 你們聽不聽得懂廣東話的？聽得懂你打1號，舊的朋友不用打了，舊的朋友全部是會打1號的 ，OK。Wendy Me，Connie Need，Hello， 今日開早咗，小白你發生咩事啊？你係知我發生事嘅，我同你講今次Chanel，Hello， 嗱，聽清楚
OK， 分享先好不好？快啲幫我分享我個成條 OK， 我個天大嘅秘密我要同你講。我諗我要唱呢首歌俾你聽。呢首歌咧，等陣先啦。OK， 呢首歌我真係要唱。等我一陣啦。你哋估呢首叫咩歌？你哋去估呢首咩歌？估中咗，我送份禮物俾你哋，要唔要 ？OK， 要不要？要得打 yes。OK， 等啦。OK， 呢兩天好忙唔入嚟睇我，你睇翻琴日啦。琴日好好笑，真係好好笑。小白，你冇睇兩日直播啊？你睇翻呢兩日直播，你 OK？ 你睇翻呢兩日直播你就知啦，好好笑啊！嗱，舊嘅朋友，我問你哋 ，Helen Song，Hello，OK， 很多新朋友咧，我再問多一次，所有的新的朋友 ，OK， 我不管你是還是舊的，好不好 ？OK。你們聽不聽得懂廣東話啦？聽得懂你們 聽得懂的你們打個一，聽得懂的你們打個一。Crystal， 嚟，今日我要企起身先，等。OK， 嚟 ，Susan，Hello，I like you speak in Cantonese。OK，I like to。OK， 我非常十分極之中意同你哋講廣東話。OK， 嗱，我唱首歌俾你聽。咁咧呢首歌咧，撈歌俾鬼搞已經過咗噶啦。OK， 已經冇事啊，而家係已經冇事啊，冇俾鬼搞啦。發生什麼事啊？聽清楚啦。今日剛收到金絲玉手鏈，好靚，多謝你。Wallen Chan， 你都識聽廣東話㗎？哎呦，厲害啊！嗱，聽清楚。我係咪啱啱打 bad news？OK， 係咪打 bad news 出嚟 ？OK， 我跟你說啊，認真啊，等一下啊。OK， 等我陣啊，我真係有個 bad news 我話俾你聽。咁但係咧，我未講呢個 bad news 之前咧，我唱首歌俾你聽。咁呢首歌咧，你哋鬥快去估，好唔好？你哋估中咗呢首歌係乜嘢歌嘅話，咁咧我就第一名啊！嗱，講明先啊，先講明先啊，第一個以我手機為準。我就送一份禮物俾你，好唔好 ？OK，love your loud 歌 say in Cantonese， 謝謝你。為什麼 bad news 啊 ？OK， 我而家話俾你聽，你等我陣。OK， 卡文你講住兩句先，我攞個手機支架先。OK， 等我陣。我都唔知佢要唱咩歌，但係佢真係有 bad news 喎，抵佢死啊！成日唔聽話，唉，好煩。抵佢啊！真係好煩。成日唔聽話。佢爸爸 Wallen Chan 個爸爸係廣東人。我攞多個支架先啦，唔係點唱得好聽啫？哎呦，啱唔啱啊？嗱，聽住啊，你哋去估啊，估中咗咧，我就喺公司度咧，攞份禮物俾你。我自己本身已經有禮物擺咗去公司噶啦，好唔好 ？OK， 嗱，聽清楚，好快嘅啫。你唱首歌都搞咁多嘢。係啊，你唔好鬼嘈啦，又唔係你唱，哎呀，真係好煩嘅。嗱，呢一個咧就係等等啊，我整好我個手機支架先。OK， 煩啊。OK， 等我陣，分享。OK， 你們先分享啊。OK， 新的顧客你要加 OK 加我們的 page 啊。OK， 嗱，聽住呢首歌。你哋準備啊，去估啊 ，OK， 卡文好得意係嘛，好靚女係嘛 ，OK， 卡文頭髮剪到漂亮嘅，你唔讚下我嘅，我冇剪頭髮咩？頂你個肺啊！嗱，聽清楚，準備開始啊 ，OK， 你行開，我驚打到你啊 ，OK， 你又阻住我睇歌詞，你企後少少啦，哎呀，我又睇唔到，哎呀真係 ，OK， 嗱，準備伴奏，好靚個女仔 ，OK， 嗱，聽清楚。準備啊！心突然的隱隱痛，如空來臨了陣寒風，沒法強忍，看你偷一的吻，看你朝思夜盼，我在春都會懂。明知是應者不得理，如
陳生啲歌詞唔啱嘅。係咯，我就諗緊點解你睇住啲歌詞都係唱錯晒嘅。若你要走，你只需講一句，對我狠心地去說愛今天告終。怎麼偏愛於漆黑中，讓我永遠看你看不懂，再不想擔心，也不想一切被動。可以換歌㗎，呢個係撈歌心聲嚟嘅而家。男人再次偶遇街中望你，坦的跟他失緣失痛，而男人最痛，男人最痛算這種。估你老豆啊，估巨基，都搞鬼錯啊！安仔嘅安仔嘅安仔。唔識呢首歌，有冇搞鬼錯啊 ？OK。心突然的隱隱痛，哦，如風月內念心。Sally。OK。猜對啦。啊咩？幫我記低 Sally Sally 然後 Leon 有冇搞錯？男人最痛啊！知唔知佢發生咩事？唉，你真係歐啊！你哋真係。姑姑冇咗。嗱，我今日唔係同你講笑，我唔係同你講笑話。OK， 我有一個好重大嘅秘密要同你講。嗱，聽住啦，大家都知道啦，我準備做爸爸啦，係咪 ？OK， 刷一排愛心先，刷一排大大的愛心給我啊，準備做爸爸，好不好 ？OK， 我們呢6月13號呢，有可能我們不開直播，因為6月13號呢，我們就知道我們會跟醫院的醫生開會，我們到時候我們的 baby OK 是什哪一天？出來 ，OK， 開刀出來，所以有機會我們6月13號是沒有直播，但是呢 ，OK， 為什麼我今天會跟你們唱《男人最痛》呢 ？OK， 聽住啦，等一陣啊，我攞鬼開部電話，我唱 ，OK， 我唔唱啦 ，OK， 因為點解？其實我同你講，我冇心機唱，我直頭係冇心機唱啊！我話俾大家聽，我唔係同你講笑。嗱，我首先俾你睇一件事先。咁大家都知道啦，係咪 ？OK， 我係準備要生 BB 啦。你準備生 BB？ 唔係，唔好意思，我哋準備生 BB 啦，啱唔啱啊 ？OK， 嗱，首先我話俾你聽，我睇到啦，你唔好撥落去啦，我唔想同佢講嘢。跟住咧，我話俾大家聽一件事，聽住。咁咧，我其實咧，琴日咧，我去做咗一次。你到底哪裏痛啊？你唔好。你聽估你唔好博估啊，小白，好唔好啊，白？哎呀，真係 OK。而家我見到你，我棘你入嚟，我隻眼都反白眼啊。OK， 我整啊，唔係咁整嘅，小心啊，老婆，係咁樣嘅。你唔識，你唔好搞人哋啲嘢啦，好唔好啊？你一日整 Q 爛，唉，真係俾你激死。嗱，聽住，唉，唔好講佢嘅頭髮啦，今日趕時間啊，趕火車啊。嗱，聽住，咁咧，我覺得。我生字錯。你唔好講嘢住，好煩啊！你哋嗱，我唔知大家認唔認同。如果一陣間你覺得我講嘢你哋認同嘅，你打一排 yes 好唔好？嗱，我認真嘅，因為咧大家都知道我未來日子好快會做爹哋啦。咁其實咧我對 Jason 啊，OK， 我對 Jason 都係當仔咁睇嘅，大家都知道。OK， 你問佢就知啦。咁咧，咁但係我自己嘅親生嘅仔 ，OK 應該會喺6月底或者7月尾就會出。咁6月尾至到7月頭就會出。咁我覺得我要做一個負責任嘅爸爸。咁我係咪應該要做一次 body check？ 係咪應該真係要做一次全身檢查？ OK， 你覺得認唔認同？認同你哋打 yes。阿小白我都未講你 yes 乜春啊！真係頂你個肺啊！真係阿小白啊，你去做嘢啦！嗱，聽清楚 ，OK。Good daddy，you love Jason too，謝謝你。OK， 嗱，我俾你睇一件事。
咁咧，但係我其實咧，我話俾你聽，其實我個人又好少膽，又驚鬼咧，又怕打針咧。咁但係真係冇辦法。OK， 咁我覺得喂，真係要做一個負責任嘅爸爸。咁我真係一定要保持好我自己良好嘅身體。咁嗱，聽住第一件事先。OK，第一件事咧，聽清楚。咁未來日子咧，我屋企仲有煙，咁我食埋我真係會戒煙㗎啦。聽住呢件係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真係去檢查我嘅身體。咁其實琴日嘅朝頭早 ，OK 嗱，我俾你望下，你幫我督，你幫我頂過嚟啊！見唔見到 ？OK， 大家見唔見到呢個咩嚟㗎？我唔係吸毒啊！我驚我抽血啊！你唔好話我真係吸毒啊！你唔好話我真係打白粉針啊 ！OK， 咁我真係就琴日走咗去做一個詳細嘅驗身。點解怕打針喎 ？OK， 阿小白你怕？小白你有啲咩唔怕嘅？你話俾我聽。OK， 阿小白你驚唔驚老鼠？我下次捉隻老鼠俾你。呢個咁大隻咧，驚唔驚老鼠？你驚唔驚曱甴咧？咁嗱，聽住。咁我琴日就做咗個 body check。你有沒有哭？ Okay， 有沒有哭？哭你爹啲啊 ！OK，Pauline 姐你好。跟住咧，我就同呢個 body check 嘅主任講，我要真真正正全身去檢查晒所有嘅嘢。咁點解我今日就話 OK， 還有撈哥也怕卡文？唉，你唔好講出嚟啦，好唔好？跟住咧，你俾我勇敢啊！你到時係我俾你勇敢啊！邊有你直招你哋 ？OK， 嗱，聽住，跟住。冇喊，打支針你喊咩啊？吹想喊我冇喊。我好勇敢啊！琴日我抽我自己一個人去嘅。我喺醫院抽血都係自己一個人。跟住聽一次，咁咧我就同嗰個做呢個叫做 body check 嘅姑娘講啦，我就話因為咧我其實咧我大概每2-3年前咧，咁我就會生一次膽石。咁腎石啊sorry，OK， 我會生一次腎石。大家有冇聽過我之前講腎石嗰個古仔先？有聽嘅你打1號，冇嘅打2號。如果我要再講多次，唔好再 B3 啦，死人頭。嗱，你哋之前有冇聽過我之前生腎石嗰個呢一個叫做真人真事？有聽過你打1，冇聽過打2。跟住我話俾大家聽，我就同個姑娘講：喂，你真係要幫我 check 清咗兩邊個腎，因為咧佢就我大概2-3年前我生一次，其實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好幸運，呢2-3年就冇生。跟住咧你哋冇聽過啊？一陣間我先慢慢同你講 ，OK？ 一陣間我先慢慢同你講。長叻 ，hello， 阿卡文買糖俾你食啊！黐線，買粒糖俾我食。晚上好，周妹晚上好。你哋冇聽過 Jess 晚上好。你哋多啲入嚟聽，我仲講古仔啦，唔係講古仔啦，好唔好啊？你哋多啲入嚟啦。Audrey，hello，OK， 你哋多啲入嚟啦。我話俾你聽，我又生腎石啦。我而家我個心咧好忐忑，好不安。琴日佢首先，因為咧我唔抵得阿卡文啊嘛。佢咧呢一排成日佢走去跳超聲波啊嘛，要搽啲 gel 啊嘛，係咪？OK，跟住照呢度，照嗰度，照啦。你們很多人都沒有進來，你們很多人不知道。跟住咧，我又唔抵得啦！我琴日用咗6000蚊嘅港幣，6000塊，大概是1200啦，1200新幣啦，我就去照。OK， 又要流小便啦，又要流大便啦，跟住又要 check 下個腎啊、個胃啊、條腸啦，跟住又 check 下個心啦、check 下個屎忽啦，就係咁啦。跟住佢照我右邊呢邊嘅時間，佢話因為我叫佢照耐少少啊，屋企還掂俾個錢啦，跟住老虎蝦叫佢照耐啲噶啦，啱唔啱啊？唔好嘥啊嘛！你睇 One Check 講咩？跟住喺度照，跟住佢話。我就問佢：點解你照咁耐？係咪有啲乜嘢？腎石咧就暫時呢一邊咧就暫時冇嘅，但係咧唔知點解你個腎裏邊好多一閃一閃小星星，個裏邊閃下閃下咁啊！你咪儲埋啲星星，我哋唔好玩啦，究竟咩嚟㗎？佢話唔知。
佢話但係照落去佢會閃下閃下 ring ring 咁嘅，冇人聽你講古啊黐線嘅。OK 呢個唔係古嚟嘅，呢個真人真事啊 Pauline 姐。跟住醫生漂亮嗎？嗰、個唔係醫生嚟嘅，姑娘嚟嘅咋。琴日唔係揾醫生啊，揾姑娘嘅咋。OK 60零歲到啦，全部都唔靚嘅，所以卡文冇跟住我去。跟住咧，聽清楚啦，佢就照我右邊，又係照咗好耐好耐。我同你講，之前我每一粒嘅腎石大概都係4至到6 mm 左右，4至6 mm 左右。跟住琴日佢都研究咗耐，哇揾到啦！我唔係叫你揾到啊，最好揾唔到，我最好揾唔到啊！佢真係揾到喎、超聲波啊，即係平時啊大肚婆照嗰啲啊，咁佢又俾錢去照，我老虎蟹都俾錢去照下啦，大佬唔好執輸啊嘛，啱唔啱啊？啲錢還要大家一齊揾嘅，咁咪你又照我又照，點知出咗事啊？真係出咗事啦 ！OK， 我係咪發夢時候講？你真係阿 Kevin 啊，你真係冇入嚟聽我講嘢嘅，你多啲入嚟啦！我一陣間講我翻我之前個古仔，你哋唔笑我跟你玩鞋，我之前就係講呢句説話嘅。阿 Brandon 記唔記得我講呢句説話？我講個故事，如果你唔笑，我以後退出直播間。一陣間我話俾你聽，聽清楚。現在沒有痛，還沒有痛，跟住沒有卡住它。恭喜你！跟住一照落去，佢度 check， 而家係8.5 mm。唉，我個心情好 down。我好唔想再做手術。他已經馬上打給田總了，你們放心。放心啦，我已經打咗俾田總啦。OK， 我已經打咗俾阿老田嘅啦。咁呢件事唔好講阿老田住。OK， 阿老田今日唔會出現，好冇 OK 啊？然後咧，我就成個人啊個心情啊 OK 就跌咗落個谷底度。因為點解？其實我話俾你聽，我已經生過腎石係唔止3次嘅啦。係唔止3次以上，所以 BB 之前我同你講咧，呢個同體質有關嘅，生完咧係好容易再生嘅。嗱，所以我成日叫佢飲多啲水，佢唔聽。好大粒啊！今次真係，你知唔知啊？我澳門其中一個拍檔啦，我亦都係我老細啦。佢啱啱又係生腎石，跟住又話痛到抽筋，佢係得7 mm。跟住佢啱啱先做完手術，喺澳門用咗12萬，12萬係港幣，即係2萬蚊嘅星幣。但係 BB 話喺新加坡做好貴嘅，上次佢。OK 嗱，首先你哋聽我講一次先啊，你哋聽我講一次先啊。OK， 我已經其實我話聽啊，你係如果經常生石嘅人，你食少啲鐵質，咁我已經係盡量食少好多菠菜，我中意食菠菜。OK， 咁大粒吃藥得唔得？我暫時都未知，但係我未來日子我會 try。OK， 阿田總已經叫我 try 試一隻嘢。OK， 試2隻嘢。一陣間我唔係賣 OK， 如果你落單可以落嘅。OK， 嗱聽一次先。咁咧，我講真，我真係有一粒石喺而家喺呢一邊。咁隨時隨地一復發咧，成條腰就會痛到抽筋，好痛好痛。你係痛過我同你講生腎石啊，係真係有8、9級痛㗎。我唔知你哋知唔知道？其實咧，我係生咗4次。第一次我發現嘅時間，我係要做手術。多謝你啊 OK，Love Team。OK， 我係要做手術，咁就係要攞呢個叫做 laser 激光。OK， 咁你又唔使開刀嘅，你直接就瞓喺張床度，成身麻醉，跟住佢又攞支 laser 槍跌，跟住咧就成粒石粉碎，跟住你又排翻出嚟。咁我同你講排出嚟係非常十分極之辛苦嘅。點解啊？大佬啊，你嗰個洞啊係得咁細嘅啫嘛，痛到差啲暈啊！我同你講係個洞，你嗰個排尿嗰個洞啊係咁細嘅啫嘛，啱唔啱啊？隻眼都睇唔到噶嘛。咁你諗下，佢打鬼細咗粒石 ，OK？ 你知唔知佢度嗌乜鬼嘢啊 ？OK？ 我同你講，佢呢個人咧都唔專心，呢個人啊唔專心做嘢嘅，佢喺度睇啲乜鬼嘢咧？就係睇香港對曼聯啊！
你話死唔死啊 ？OK， 哦，你講佢投資咗呢個中國香港買咗少少啊 ，OK， 買咗30蚊，佢嗌到鬼殺，他買咗5塊錢新幣，之後到鬼殺咁嘈 ，OK， 哎呀 BB， 哎呀卡文生 BB， 你生成啊冇辦法啦，跟住啊，哦你講先 ，OK， 哎你唔好再影響我 ，OK， 然後 OK， 要唔要聽故事？要唔要聽我真人真事？那個故事，要聽嘅，要聽我嘅真人真事嘅故事，要嘅打 yes，OK， 要嘅打 yes 啊 ，OK， 你幫我問一問啊，阿老田啊，他的 report還沒有出來，但是醫生就是早一點，因為他自己去付款的嘛，所以就可以早一點。等一下，你睇自己數先。對，所以早一啲話俾佢知咯，因為 ultrasound 已經見到個粒石啦，所以咧醫生就話咗俾佢知。Yes， 什麼啊，基明你？佢問緊咩啊？我都唔知啊，因為我頭先掛住個睇波，其實聽唔到佢講乜。Hello，誒，好多人 yes 喎，你問乜嘢啊，鬧哥？哦，要聽佢講嗰個故事係嘛？嗰個很搞笑嘅故事。呢個故事係唔可以坐低講嘅。對，佢很激動。呢個故事係唔可以坐低講，我要好 OK 誒，你哋 yes or no 啊，打留言。很多 yes 啊。分享。OK， 又有得好笑 OK。啊，等我陣 OK。誒，你要打給誰啊？OK， 要聽故事了 OK， 分享，必須要分享啊！我要看你們啦 OK， 你哋知唔知啊 OK， Eva 蔡你好，咕咕肚石係嘛？嗱，我睇下你哋有幾多人分享先。OK， 幫我望下有幾多人分享。上次好似講國語阿 Ben 啊 ，baby， 之前我那個故事我說出來，是不是說國語的？哇，你厲害了！啊！176人，66個分享。頂你個肺啊！頂你們個肺啊！超過100個了，好嗎？超100個人，你 OK？ 等一下 OK， 老婆你唔好激動。真係你班人啊 ！OK， 我跟你說啊，你們不分享了，我永遠跟你們說國語，你們就煩了。啊，真的是開玩笑了。哎 ，Susan，I'm 3 days old here，I'm new， 謝謝你。OK。哎，新的顧客。唔係啦，廣東話，上次講廣東話。OK， 我有看曼聯，你看曼聯，你上網睇啦。哎呀 ，OK， 頂你個肺。你們要先分享好嗎 ？OK， 來，我說了。哎，超過100人才說了，好吧？100個分享。你幾多分享啊？72。分享多2、3、4、5。罵他們。係咪要我講廣東話粗口啊？哎，今天我節目美，你們幫我分享好嗎？給多一點進來，看看我的new hair design。OK，speak Cantonese 啊！你哋乜不分享 speak 你個頭啊，關波添啊，姐姐。小白 cannot miss 啊 ！OK， 小白睡覺啊，小白你在不在 ？OK， 小白你在，你打 I'm here。謝謝Susan。來，我夠100個未啊？81個，還差20個。每個人幫我分享2次，已經幾百個人分享了，明白嗎？快一點！謝謝你們啊，求你們啊，幫忙啦，好嗎？83個，還差17個。來 ，OK。Yes，Carmen use haircut is life。分享6次了，謝謝你，你們打要我說 Cantonese， 還是快89。OK， 你們要我說 Cantonese， 93還是廣東話 ？OK， 你們打出來 Cantonese， 廣東話 Cantonese 係咩？福建啊，叫你。伏你個頭啊！伏你個屁股啊！伏。謝謝。嚟。你哋要我講廣東話啊？Cantonese 咪廣東話咯，廣東話定係國語？你哋自己打。
要我講廣東話嘅打個 C 字。哎，可以啦。OK，Cantonese，OK，打呢個 C 字，打個 C 字，一陣間我會成班人衝入嚟打你哋㗎。OK，嗱，打個 C 字，要我聽廣東話嘅。OK，哎呀，唔好講，唔好讚佢嘅頭髮啦。OK，你點解你哋唔讚我短頭，唔係讚我頭髮嘅咧？你係要讚我老婆嘅咧？我喜歡這個髮型，他之前不給我剪。嗱，聽清楚，你行開少少，我好激動，你坐埋一邊等睇戲，等睇你個曼聯啦。OK，嗱，跟住啦，其實我話俾你聽，我認真㗎。今次咧，我又準備咧，又有機會咧，我哋又要做直播。唔係，對唔住，講錯咗。OK，講錯咗。等。OK。等我陣啦，好快。OK， 你幫我處理咗呢度睇下咩料先。OK， 你幫我處理咗先。嗱，聽一次，我上一次咧，邊度啊？男人最痛。OK， 我上一次已經經歷過一次男人最痛。咁嗱，大家聽一次，我上。邊度啊？你睇下呢隻嘢有冇 ？OK， 你問下傑可唔可以做？嗱，聽住啊！我要企響身講點解？因為我真係好激動，明唔明白啊？原因係乜嘢？我上一次大概係3-4年前，咁我再一次患咗腎石。其實咧，因為我患咗腎石之後咧，我已經係開始戒咗牛肉。咁但係好不幸。咁我琴日去做 body check， 我又發現我一粒8.5mm 嘅腎石。咁未來日子其實我都好擔心。咁但係呢件事我唔講住。OK， 如果一陣間你哋唔笑 ，OK， 我退出直播間。楊美金你好，但係你哋如果真係笑嘅，你打哈哈笑好冇？打個公仔，有個公仔哈哈笑。呢件係真係我嘅真人真事。咁我之前咧就做緊叫賣啦，做緊巴沙啦，突然之間去尿嘅時間，就發覺突然之間去到一半嘅時間，突然間有嘢塞鬼住咗，跟住你就去唔到廁所。咁你去唔到廁所，咁點算咧？大鑊啦！咁你冇可能大佬啊，自己攞支牙籤走去通佢噶嘛？你明唔明白我意思啊？你有冇試過啊？可唔可以啊？你黐孖筋嘅，點可以試嘅？一個篤壞咗咪撲街偷筋，你明唔明啊？如果你今次真係唔覺意，我試下幫你。你行開，你唔好阻住我講古仔。OK， 跟住咧上一次，我就馬上去咗呢一個嘅醫務所先，唔係即刻去醫院，唔係即刻去醫院，跟住 OK， 咁嗰個醫務所大概係有3個好靚女嘅護士，好靚女嘅護士，跟住 OK 入到去，個醫生問個姑娘就問你咩事先生？我塞住咗啊！有嘢頂住咗佢，你哋而家我好急尿，因為我坐車過咗1個鐘頭，你本身已經塞住嗰毒尿，你本身已經忍住咗，咁你知道個膀胱會不斷排嗰啲液體出嚟㗎嘛？咁你成個塞住咁點算咧？跟住咧，我入到去個醫生話：哇！你頂唔順，你快啲幫我做個好少嘅手術。跟住呢個好少嘅手術究竟係點樣做嘅咧 ？OK， 佢就3個姑娘喺呢度，跟住個醫生咧就坐喺呢度。跟住咧就揸住我嘅命根 ，OK， 然後就打一支麻醉針落去你個命根嗰度，哇！諗起都痛啊，真係男人最痛啊！然後佢就即刻揾咗一支唔知乜鬼嘅嘢，跟住你記住啊，好得意啊！佢一揸住嗰支嘢，佢就即刻一篤落去，哇！我同你講，打完麻醉針都痛到你抽筋啊！明唔明白？痛到頭都痛啊！你嗰個痛苦係嗰隻啊，跟住你一篤落去 ，OK， 然後咧嗰3個姑娘咧就見住好似咧歡樂噴泉咁，我嗰啲液體就全部哇
舒服晒。你以為成件事就咁完咗啊？跟住我同醫生講，醫生有冇辦法可以馬上幫我做手術啊？佢話唔好意思，醫務所診所係唔可以幫你做手術嘅。咁唯一辦法嗰陣時已經時間唔早噶啦。咁唯一辦法係點樣算呢？就去咗呢一個真真正正嘅醫院。咁你記住嗰個醫院係香港一間幾知名嘅醫院。咁你哋唔係香港人，我直接可以話俾你聽，佢叫做法國醫院。咁呢間法國醫院呢 OK 佢唔係佢點講呢？佢係有一啲叫做每一日當值嘅醫生就喺嗰度。然後嗰個真係黃綠醫生嚟嘅，知唔知咩叫黃綠醫生啊？呢個醫生呢，我同你講，我已經痛到抽筋，哎呀頂唔住㗎喂，大佬啊！哎呀開咗嚿嘢塞住咗，你個背脊又痛，下邊又塞住咗，仲有嚿石頭喺度。咁究竟點樣算呢？咩環境啊，大佬？痛到真係抽筋。跟住佢又話搞唔掂。OK， 你咩啊 ？Give birth so by 鬧過，唉，唔好講多呢嘢住。聽住，跟住我點算呢？佢就話：先生，睇你嘅狀況真係好唔掂喎，我要馬上幫你施展呢個手術喎。我話冇辦法啦，咁但係你記住，因為你係急診嘅關係咁我同你講係要即刻施手術呢，嗰個價錢都十分極之和味，我係要俾10幾萬呢個手術費，即係2萬幾蚊星幣嘅手術費。咁你喂痛都冇計，你要即刻走去做手術噶啦，啱唔啱啊 ？Vivian 你好 ，OK。跟住我之前咁多次手術嘅經驗啊，我係從來冇聽過啊，佢話可以係半身麻醉嘅。雙王你好。跟住佢就問我：阿先生啊，究竟你創咗半身麻醉咧，定係全身麻醉啊？跟住佢就同我講：我話全身麻醉同半身麻醉有咩分別啊？價錢差得遠咯喎，大概要爭10萬蚊港幣啦，即係爭2萬蚊星幣啦，即係本身如果你要全身麻醉要俾20幾萬，如果半身麻醉你就要俾10幾萬，咁你俾你哋去揀，你哋揀邊個啊？咁梗係老虎、魚蝦蟹、蛇貓、老鼠雞，咁你都要走去啱啊？走去半身麻醉啦。咁我真係走去半身麻醉。OK， 咁已經係忍咗好耐，辛苦咗好耐，條腰痛咗好耐，粒腎石喺度頂住咗個咕咕好耐。跟住你知唔知嗰個黃綠醫生啊，究竟喺度幫我做啲乜嘢事？我話俾大家聽，佢好特別嘅。佢呢，當你瞓上張床度 ，OK 嗰個手術床上邊啦，咁佢幫你做手術啦，準備幫你打支麻醉針落去啦 ，OK， 咁你呢，佢係幫我打啦，咁呢，我就發覺上半身可以咁樣嘅，嚟 ，OK， 下半身係喐唔到嘅。OK， 下半身係喐唔到嘅，跟住呢，我每天進來氣你嘅石頭就會被我氣出嚟，千祈唔好，一間卡住咗仲大鑊啊！小白，你千祈唔好入嚟激我。跟住呢 OK， 佢幫我打咗麻醉針啦，半身麻醉啦，其實好恐怖嘅呢件事，因為點解你個人又可以喐來喐去，跟住最慘呢，佢旁邊啊，佢有幾部電視喺度㗎，咁嗰幾部電視呢，就係影住你嗰個。OK， 你嗰條好勁，我嗰條好勁嗰個嘢。OK， 然後咧，佢準備插入去嗰支嘢咧，啊。OK， 咁當然冇咁粗啦，可能牙籤咁細支嘅。佢又有幾個鏡頭嘅，咁我話俾你聽，最特別之一件事係乜嘢 ？OK， 講當日啊，唔知點解突然之間係多咗一班實習嘅姑娘嚟咗，全部哇係有身材又靚女，咁啊全部啦 OK， 佢就問我先生，你可以唔介意嘅，咁但係我哋想揾你做一個實習，咁啊想揾你做一個俾大家睇下呢個手術。咁究竟呢個手術係點樣去做？你介唔介意呢幾個漂亮靚女嘅姑娘咧一齊過嚟圍觀你個你個姑姑咧？圍觀你個姑姑，跟住
我就冇所謂啦，橫掂都係啦。OK， 可能啲小妹妹未見過咁犀利嘅咧，咁我就俾佢哋 OK 一齊去圍觀，明白未？跟住最慘嘅事情開始啦！最慘我從來人生未試過係跌落低谷嘅，究竟係點樣算啊？我未見過一個黃綠醫生，佢都唔知究竟自己係做緊啲乜嘢㗎。佢當我拿住我嘅命根 ，OK， 然後插入去嗰支可以睇嘢嘅管，插咗入去之後，突然之間，我話俾你聽，你以為冇感覺啊？我唔知點解，我發現我自己開始有感覺啊！嗰個麻醉藥開始過啊！你明唔明白啊 ？OK， 你會發現係有唔係 OK？ 點知展覽會跟住係巴沙叫埋新年成班人入嚟睇，埋嚟睇啊喂，埋嚟揀啊，好大條啊喂 ，come on OK， 成班人就圍住，哇 OK， 跟住最慘一件事係乜嘢？當佢一篤咗落去之後，我真係有感覺，唔係講笑啊，有感覺啊！然後你知唔知佢做啲乜嘢啊？我從來未見過醫生係咁樣㗎。佢話：誒先生啊，阿蔡生，你試下 ，OK， 你哋試下幻想下嗰個畫面。阿蔡生啊，其實呢兩個熒幕咧，可以睇到你裏邊究竟係乜嘢嚟㗎啦。跟住佢就叫我睇，我話黐孖筋，我都冇買飛，唔通入嚟睇戲啊！跟住佢就喺裏邊轉，係咁轉 ，OK。因為點解你要轉啊？原因你裏邊好多管道噶嘛 ，OK。你要去揾下裏邊究竟邊粒係石噶嘛？你唔好睇啊，小白，真係醫院，法國醫院，香港好出名嘅，香港好出名嘅。跟住佢裏邊係咁搞，你唔該你哋去諗下，有一條嘢響你個另外一條嘢裏邊係咁轉。而你開始慢慢有感覺嘅時間，你哋會係點？你哋有啲乜嘢嘅感覺？最慘呢個真係唔係講笑，呢個撲街醫生，佢真係見到一粒白色嘅嘢，佢見到白色一粒嘅嘢，佢就插，跟住佢就照到啦。然後你知唔知佢問我咩問題啊？佢就問我：蔡生啊！佢係咁懟喎，係咁懟嗰粒白色嘢，攞嗰支蚯蚓嘅嘢係咁懟。蔡生啊 ，OK， Mr. Choi OK， is this OK？ 佢問你蔡生啊，究竟係咪呢一粒啊？我話你唔好玩啊！我點知邊一粒打邊一粒啊？我淨係知我自己下邊有兩粒㗎咋。我點知呢粒白色究竟係唔係啊？佢係咁篤啊 ！OK， 然後我啲麻醉又開始慢慢過，我就開始有感覺係咁搖去。跟住咧，嗰4個姑娘終於出嚟幫手啦，就 OK， 就撳鬼住我隻腳，撳住我隻手 ，OK， 佢就唔俾我喐。咁大佬你撳住我手，我撳住我隻腳，佢係咁撩喎，咁我咪係咁喐咯，好痛，好痛啊！跟住佢最搞笑嘅一件事係乜嘢？佢話蔡生啊，你嗰粒嘢好大啊，好難搞啊！我話你都黐線㗎，好難搞！你唔一早同我講，跟住我真係頂唔順，我真係忍唔住啊！佢再係咁篤嘅時間，我直頭係推開佢隻手，推開佢啲架撐，哇！呢個飛啊好 Q 痛啊！跟住佢成班人就喺度嗌，真係喺度嗌，唔好喐啊！我跟住話，我好 Q 痛啊，唔喐！你試下揾支嘢對住你個咕咕，然後係咁篤。點會唔喐啊？俾着你都喐啦！跟住我就同佢講：我搞唔掂啊，真係搞唔掂。OK， 我就問佢：喂，你跟住掹翻晒所有嘅全部嘢出嚟。OK， 我話麻醉藥過晒啦，醫生。OK， 佢話冇可能嘅喎，我幫你加重咗麻醉藥嘅話，我話加你爹哋啊，加你老豆啊，好痛啊！跟住佢就話：佢問翻我，蔡生啊。
咁接下來點算啊？我話你係咪黐線㗎？你係咪黐孖筋㗎？接下來點算？我係醫生啊！你好問唔問？你走去問我，你係咪都試下走去問下其他唔同嘅醫生咧？如果我係醫生嘅，我做咗你個位咧，我使乜仲喺度做直播啊？我使乜咧喺巴沙度叫賣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跟住啊 ，OK， 我同你講。我當日就要插住嗰個尿喉，無端端就要去留醫。OK， 跟住去留醫，因為咧呢個黐孖筋醫生啊，冇錯，聽到都感覺痛嘅。跟住咧就留醫啊。OK， 佢就同我講：蔡生，你粒石好頑固啊，好大粒啊，我哋做手術攞唔到出嚟。我話咁點啊？擺喺度一世啊！跟住佢就同我講冇辦法啦，咁我聽日要幫你做呢個叫做詳細嘅手術，要幫你全身麻醉。我話吓，咁點算啊？頭先已經你收咗我10幾萬咯喎，咁唔係準備要收我10幾萬，聽日全身麻醉。佢話冇辦法，琴日咧嗰個成班實習又好，成班姑娘嚟幫手做啦啦隊都好啦，佢就話。琴日當冇事發生，但係聽日你要重新再做一次手術，係全身麻醉。咁但係我同你講，我話咁係咪都係你醫生 ？OK， 跟住佢咁講，放心，我好專業 ，I'm professional。聽日我一定幫你搞掂。然後咧，我話俾你聽，第二日我真係去再做手術，然後 OK 真真正正。就攞咗個粒石頭出嚟，但係我話俾你聽，我認真㗎，我鬆巴啊，我講大話，我瞓街嘅。跟住我同你講，當我做完呢，其實咧你有腎石咧 ，OK， 你做完一次手術咧，你記住，如果將你所有身體裏邊嘅腎石攞晒出嚟，你個人會即刻好精神，會好舒服，完全又冇事嘅。但係當我出完院之後，唔夠1個星期，大概係5日，我發覺我左邊嘅腎又開始痛，跟住我要去第2間嘅醫院再做多1次手術。OK， 又要使多10幾萬，又要捱多1針。又要做多次手術，又要痛多幾次。點解我咁講啊？聽住，我講真嘅，聽清楚。OK， 我話俾大家聽，其實做手術嘅過程一啲都唔痛苦，你只係麻醉咗你個人，走去幫你攞 laser， 去幫你將嚿石頭打碎、打碎、打碎、打碎，再打碎。其實我話俾你聽。最痛苦係幾時？如果你曾經生過腎石嘅朋友，你就知啦。OK， 佢將本身6mm 嘅石頭、7mm 嘅石頭 ，OK， 好似刀咁切開4、5、6、7份。跟住最辛苦係咩時候呢？ OK， 清朝11號刑，我話聽啊，當你個醫生叫你係咁不停去飲水、飲水、飲水、飲水，再飲水嘅時間。係最辛苦嘅，因為點解？當你去尿嘅時間，你知道每一個人嗰個洞、嗰個窿啊、嗰個洞啊，好細個噶嘛。當你去一排尿嘅時間，你知唔知咩叫做心如刀割啊？係有啲尖尖嘅物體喺呢個洞度刮。你屙出嚟排出嚟嘅尿係紅色㗎，我話俾大家聽，真係㗎，唔係講笑。琴日、昨天我去做 body check， 因為我真係要做個好嘅老公，咁我就真係去身體檢查晒我成個身體。個姑娘真係同我講，我左邊呢一邊有粒8.5mm 嘅腎石，又喺裏邊。咁所以未來日子，琴日我已經即刻打俾田總 ，OK， 田總同我講 ，OK， 就叫我必須要叫我飲一盒嘢。嗱，我講真呀，
我首先同你講一聲，我認真嘅，我送包，我認真同你講，我冇理由 OK 嗱，我唔知大家相唔相信我，你如果大家相信我撈嘅，你打 yes， 我唔會攞我身體去同大家開玩笑，我真係左邊而家有一粒腎石，相信我嘅打 yes， 每個朋友相信我打咧，如果你唔相信嘅冇辦法，唔相信你打 no， 煲三鮮人點樣打 no， 好不好 ？OK， 咁。冇計啦，咁我就話喂，咁因為我琴日係去醫務所係做 body check， 琴日係冇醫生存在。OK， 咁我而家未來日子唯一辦法，我就打俾田總，一係就食保健產品。未來日子咧，一係咧就再做多次今次嘅呢啲咁嘅激光 laser 嘅手術，因為咧我有好多身體都係咁噶。我其實識咗幾個朋友都係咁嘅，少飲水嘅朋友 ，OK， 食得鐵質多嘅朋友，經常食豆類製品、豆腐啊。你之前生喺左邊啊 ，OK， 因為人係有兩邊腎噶嘛 ，OK， 咁聽埋我講先，經常飲得豆漿啦、豆奶啦、豆類製品多嘅時咧。咁我大概係2-3年我會生一次，咁我仲以為自己好慶幸，喂好慶幸啦，唔需要喂我因為我尤其是我之前係經常食牛肉，我好中意食牛肉，咁但係呢1-2年我已經戒咗牛肉，我已經冇食牛肉，因為點解？我覺得為咗我 BB， 我要做翻少少嘢，我呢1年已經戒咗，我陸續喺度戒緊，因為牛肉鐵質好高。咁我自己本身都戒咗，咁但係好不幸，琴日講喂，我真係冇辦法，我又 OK 生咗腎石，咁所以未來日子 OK 我都要睇下究竟未來條路點樣行。嗱，我講真㗎，田總叫你食完之後1個月再去做 body check。OK， 叫你1個月再去做 body check。等我陣啦，他要去洗手間了。Hello， 大家晚上好。他那個姑姑啊，真的很慘呢。他的那個姑姑呢，試過幾次這樣子了。然後他跟我說，那個跟我說，排出來溜的時候，他會很辛苦，會很痛的。之前他跟我說那個醫生啊，我也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醫生會這樣子呢？為什麼醫生會這樣子問他是不是這個，是不是哪一個？然後我就跟老哥說，你怎麼知道會不會是這一個呢？說真的，你如果我知道我就是醫生呢，對不對？我的阿 Jane 你好，剪頭髮了，對，因為啊太熱了，真的很熱。然後我生完孩子之後，應該就不可以經常去洗頭嘛，所以我就剪了。其實我本來都喜歡剪類型的髮型的，但是那個不給我剪，他喜歡我長的頭髮，所以我就長的。牛芬你好 ，Angela 你好，謝謝你們啊！你們每一個也說我這個短的很好看。生石嘅人會時常會來生，對，真的 Angie， 那有沒有辦法？田總也說。因為他就是個人體質啊，個人的體質的問題，所以會很容易又回來了。所以我經常叫他多喝一點水，他不聽。沒辦法，他不聽。但是未來日子我真要好乖。對 ，Angie 話，因為佢喺醫院度做㗎，佢都係話咧，生開嗰啲人會成日生。係啊。所以 BB 上次我同你講咧，你真係㗎，你要小心啊！所以你要多去 check 住，如果一有咧細粒咧，嗱聲整咗佢就唔好變咁大咯，就冇咁辛苦咯，係咪？所以咧原先咧我講真嘅，你哋真係唔係同你講笑，你哋真係咧。他沒有吃菠菜了，現在。而家已經真係唔夠膽食啦！關於有鐵質有豆類嘅嘢，我真係唔夠膽食。我唔係同你講笑。OK， 嗱，聽住，今日我本身唔係賣呢個產品，咁但係我覺得OK， 我要盡我嘅責任，我要令到你哋每一個朋友都真係要同我一樣。我話俾大家聽，
減少生。我而家每一日 OK， 琴日開始啊。減少生啦，你都係好驚 B B， 咁你要同撈哥一齊食呢個濕票文啊，真係，因為田總就係話你食咗呢兩樣嘢之後，跟住咧佢會再去做 body check 嘅，佢會再去做 body check。嗱，大家可唔可以幫我件事？未來日子大家可唔可以幫我件事 ？OK， 大家可唔可以真係？因為佢詳細嘅報告咧，我每一日直播。聽眾在。對，I'm OK。嗱，每一日幫我件事，每一個朋友每一天幫我提我一件事情。對。就是只要我喝這個。重儲酵素。OK， 來，等我一下 OK。你行開。OK。2:1對。今天聽清楚 ，OK， 今日聽清楚，我要揾一個好重量嘅嘉賓 ，OK， 我真係從來冇試過會咁樣去做今次呢一個嘅直播 ，OK， 大家 OK， 田總等我一下 ，OK， 大家真係嘅，為咗你哋每一個人嘅身體健康、身體着想 ，OK， 你哋一齊幫我 OK 見證我哋一齊去飲呢個酵素，好唔好？我已經打給田總，昨天馬上打給田總，田總跟我說 OK， 我說能不能不做手術？他跟我說有可能可以令到你心上那個石頭很快幫你慢慢縮小，然後到最後你可以自己排出來，對不對，田總？對。OK， 來，等一下 OK， 你們幫我一個忙。大力分享 ，OK， 然後刷一排愛心，給我台灣的最愛那個人到底是誰？來，OK， 田總，全部人看住你了，現在200多人。你現在介紹哪一支酵素？我現在 OK， 我手上啊，你叫我喝就是這個，對不對？陳牌係唔係？ OK， 對，你說你 OK， 來，哎呦，我跟大家講為什麼要喝酵素，是因為酸鹼要平衡。像孬哥你會節食，就代表說你的身體對草酸這件事情呢，有比較敏感，所以呢，你只要吃錯東西，例如這個吃了菠菜。蟲草酵素。蟲草酵素。OK， 等一下我 OK， 你就說。好。OK。那一樣，來我跟大家講你身體對酸是比較敏感的，所以你容易長石頭。好不好？好。那接着下來呢，我們為什麼要吃酵素？第一個，改變你身體的酸鹼的綜合。等一下我反過來，不好意思 ，OK， 這樣子看住我好一點。OK， 來，接着說。酵素呢，它雖然喝起來酸酸的，但是在醫學上，它是屬於比較鹼性的東西。所以它可以去平衡掉你身體的草酸。那這樣子的過程之中呢，我們身體就會得到酸鹼平衡。然後第二個部分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在吃酵素的目的的原因，第二個重點是要讓我們的腸道維持一個好的環境。很多人吃什麼益生菌啦，吃什麼益生元啦、後生元啦等等的，有吃都有用。可是停個2-3天，好像就沒有效了。為什麼？尤其益生菌，它需要環境來做成長。可是如果你的腸道的環境是有問題的，你是沒有辦法去讓益生菌好好的活着。那怎麼打造我們腸道的環境呢？唯一就是酵素。酵素有多重要？我們吃飯的時候，如果你在嘴巴咬30下，你的飯會變甜甜的，對不對？對。那就代表你的澱粉已經變成了葡萄糖。那這個時候你身體會得到能量，可是你不會變成脂肪。所以口水就是酵素分解澱粉變成葡萄糖，而不是變成脂肪。第二個，我們的胃
很多胃不好的人，只要吃到鸡蛋、鸭蛋什么蛋的，哦，那他就很容易什么呢？很容易胃胀气，甚至很容易拉肚子。为什么？因为胃液是分解蛋白质的。胆跟肝不好的人，就是什么？一吃到比较油的东西就会拉肚子。因为胆汁跟肝脏的酵素是分解脂肪的，所以我们人体很需要很多的脂肪。可是因为随着年纪，因为饮食习惯的关系，所以我们身体的酵素不见了。你看哦，吃饭快的人很容易胖，为什么？因为你口水的酵素没有把淀粉分解掉，就吃进肚子里，所以你就变胖咯。就是咬多几下？30下。30下。对，至少30下。但是我想问你 ，OK， 田总，但是我问你，为什么我经常伤那个肾石头呢？来，原因很简单，我刚刚讲，我先讲完酵素这件事有多重要。好，那再来，重要的就是酵素，它可以让身体的酸跟碱去得到平衡。你的身体因为太酸，所以呢，你遇到了草酸就会长成石头。OK，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你只能让你的身体不要这么酸，那你遇到草酸的时候，你就不会长石头咯。我不要吃那么酸了。没有办法，那是你体质的问题、饮食的问题。例如，你吃这个肉，你喝酒，你熬夜，你抽烟，都会让身体变酸。所以这个是我们改变不了的环境。那既然我改变不了环境，我该怎么做呢？我就要把我的饮食变成是碱性的，去做到一个 balance 的动作。你因为酸过头，加上你本身身体血液中对于草酸会比较敏感，不是每一个酸人都会生石头，可是你因为比较酸，而且对草酸过于敏感，所以你会长石头。那这个时候你根本的解决方案是让你的身体酸碱可以平衡，然后控制饮食你做不到，不要熬夜你做不到，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你做不到，那你只能从每天想办法把你身体的酸碱去做到平衡。好，所以酸碱平衡之后，你的身体就不容易长石头。再来，我刚刚讲到的酵素对于我们人体的转换，甚至很重要的是什么？吃 NMN 要把它转换成 NAD+， 要把它再转换成 NADH， 要透过什么？酵素。我们人体的所有的机能，生命的机能，都要靠酵素去做转换。可是我们因为熬夜啦、饮食习惯啦、压力啦、睡眠不好啦等等啦，还有年纪的问题，还有可能其他很多的原因，那吃药，你会让你的酵素不足。所以每一次我们讲，我很 NMN Pro 卖的很好，很多人反映说吃的很有效，可是我吃了就没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酵素不够，所以我们要补充酵素。可是再来，酵素又有分，怎么挑好的酵素？第一，不能加一滴水，因为加水就是稀释哦。你喜欢喝西瓜汁还是西瓜汁加水？这个很重要所以要吃原汁，这第一点。第二个是里面的成分够不够？我们有蔬菜、水果，还有这个菌菇类，还有汉方草本跟海藻类的东西，分别代表了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植化素以及高浓度的纤维，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个酵素基本的底已经做到很好，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加上了虫草，也就是冬虫夏草这个东西。那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呢？因为虫草是目前少数、极为少数可以去处理掉你肾脏问题的一个成分。可是一般的虫草有一个问题，很贵。第二个，你不会煮，你不但不会煮，再来你有可能有重金属的问题。那嘉联酵素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他们在中国是前3大。
那第一大、第二大是因为卖的很便宜，所以第一大、第二大。它是全中国卖最贵的酵素，可是它的数量做得非常大的原因在于，因为他们第一不加一滴水，第二个他们也是我们台湾第一家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酵素厂。第三个是他还拿到了这个清真的哈拉认证，代表他整个在发酵的过程之中是没有加一滴水跟没有被污染的。对啊，所以它的品质我喝的时候很浓郁啊，很厚的那个感觉。因为没有加水，大部分市面上的酵素都会加水。对，好，这个关键来了。所以呢，加上虫草的原因是我把虫草变成了酵素之后，它的分子变得很小，所以可以很快的进到你的血管跟肾脏。所以呢，你尿尿有泡泡的人，下午4、5点容易水肿的人，起床容易腰酸背痛的人，膀胱跟肾脏容易长石头的人，透过虫草酵素都能够把它做溶解。应该怎么喝啊，田总？来，很简单，每一天找一个固定的时间，你可以选择早上起来空腹吃，你可以选择睡觉前喝，睡觉前，你也可以选择在任何的早餐、中餐、晚餐前喝它。记住，保健食品没有这么复杂，只要固定时间喝。固定时间。对，第二件事情是虫草，因为我们做的浓度比较高，那虫草本身有活血的效果，所以呢，有这个叫什么？吃抗血薄药的人是不能吃的。然后第二个是虫草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能够修复我们肺的这个细胞，所以如果有抽烟的人，如果肺比较不好的人，有哮喘的人，也可以喝这个，这个是它的另外一个功能。但主要就是对于肾脏的保养这件事情来说，目前我找到的资料很少，大概只有虫草做得到，是能够修复甚至逆转肾脏的一个所谓的 EGFR， 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这个东西。那 EGFR 只要低于30以下就要洗肾。那我们之前在阿杰的平台里面有一个他的妈妈，好像从30多吃到变60多，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到60多就已经是算是一个进步的一个数据，但是它还在努力中，因为真正的标准是要80。可是一般来讲，所有的药物是没有办法从30变到60的，最多只能从30一直维持，不要变成29。可是我们是从30变到6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那这个最后我最近不知道还有没有联系上，如果联系上，我想问一下他的妈妈是不是又更进步了？但是需要时间的一个养护的，但至少我们认为从30到60，它至少避免了进入洗肾的风险。怪不得你昨天跟我跟你说完之后，你跟我说我的报告出来要马上给你了。对啊，所以你的报告给我，我要看一下。但是这个产品真的对那个肾石是越来越变小啊。对，因为它能够有效的溶解，只要你加上，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就是加上马博士的战胜糖的话，那估计大概3个月之内，你应该就能够因为你昨天跟我讲的是8 mm 嘛。对，8.5 mm 8.5 mm 对不对？我想大概应该3个月左右会变成1到3 mm， 那这个时候你尿尿就可以把尿出来了。真的？对，喝1到3个月。他们问肝脏有问题可以喝吗？肝脏有问题也可以喝。喝那个碱性水可以有帮助吗？我跟你说碱性水，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如果你去外面买那种宝特瓶的碱性水你打开来之后30分钟之内要把它喝光因为
水里面的碱性遇到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30分钟之后，那个水就酸掉了。哦，对，会马上哦，所以打开之后要马上哦，对，就要马上喝掉，否则是没有意义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你用喝酵素是最简单、最明白、最快速的方法。哎，肝有问题可以喝吗？没有问题，都可以喝。可以保健他的肝的吗？有帮助，有帮助。因为啊，昨天我有跟你说，其实我没有跟观众说 ，OK， 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脂肪肝。哦，那个小问题啦，那你每天喝2次就好了。啊，喝2次啊？这个还要手头就是好像 OK， 我早上晚上喝就可以啊。对啊。OK。田总他们问那个酵素跟苹果醋有什么不一样？来，醋呢是变成酵素前的产物，所以呢，它的活性是没有这么高的。第二，它对于分解食物是没有那么强的。第三个是醋本身的口感比较酸，有一些人的牙齿是不适合喝的，因为它会让牙齿变软。对。然后再来，胃不好的人是不能够喝醋的。哦，胃不好，对，太酸了。对，会不舒服啦，会不舒服。OK。所以醋只是变成酵素的前面的一个产物而已。所以事实上你要喝的应该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个酵素。酵素。可是有的人为了要赚钱比较快，他用醋。对，那酵素一起啊。那你醋如果说要跟酵素一起，那是无所谓咯。但是就如果你是外面买的那种苹果醋，我个人是觉得就喝酵素最快啦。OK， 有观众问了 ，OK， 在家吃那个灵芝孢子粉可以吗？如果你要让你的肝脏变得很健康，那你就是灵芝孢子粉加虫草酵素，你就会好得很快。对 ，OK， 来 ，OK， 谢谢你，田总。等一下，我先跟你说，你手上拿的那一瓶，是720 ml 的。对。那个不是我们卖的，我们卖的是30 ml。我知道，这个你送给我的吗？我现在没有样品在。对，你不要让大家误解，我那个你大瓶那个只有你有，别人都没有啊，姐也没有，其他人都没有，只有你有啊。說真啦，口感 OK 嗱個 OK， 我說廣東話，佢個口感咧好濃郁，好厚，佢真係唔完全唔似出邊係溝咗好多唔同嘅水分喺裏邊，所以我同你講，佢真係真材實料。係啊，你聽得懂我說什麼嗎？你說這個東西口感很濃郁，然後很扎實，然後呢真材實料，厲害！厲害，田總，你真的聽明白耶。係啦，是不是？呢個酵素呢，一滴水都冇加。真的 ，OK， 很濃郁，你看到嗎？你看到嗎 ？OK， 你看到嗎？這就是真材實料。OK， 各位，所以我每一瓶的蟲草酵素製作期間是2年才能做一瓶。唔係挺好喝啊。OK， 像那個你去吃麻辣鍋的烏梅汁，對不對？對，真好喝。OK， 可以加牛薑汁嗎？他們說牛薑汁可以啊。OK， 可以加。OK， 小董有沒有？不是小魚。OK， 他們有問題，你們進我那邊看看可以嗎？小魚。什麼？你幫我看看。OK， 麻煩你。OK， 來。給我你幫忙回答一下。今天啊。小董在義烏。說錯。OK， 我都有喝，有少少辣辣的，沒有啊。OK， 我覺得蠻甜的嘞。OK， 真的很好喝。可是這個有洗腎的或糖尿病人是可以喝，沒有關係。他那個是酵素發酵的甜，不用擔心。很好喝。OK， 你用口水舔完蓋子，請你洗一洗，不然會影響那個酵素發酵。然後開瓶之後要放冰箱，知不知道？開瓶之後要 OK， OK， 我們介紹不是一瓶瓶的，是一盒盒，對不對？對。田總，給點我賣賣嗎？可以嗎？
没有问题。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卖过啦。OK， 我之前在中国卖过，没有卖过啦。我每次叫孬哥来台湾，他都很忙，没有办法啊。今天我给你一个 special 好不好 ？OK， 谢谢你，谢谢你。哎，田总他们问，没有问题的人可以喝吗？肯定可以。可以啊，要保养。为什么？因为虫草本身，我们虽然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我们喝的东西或者我们吃的东西都会攻击我们的肾脏。所以呢，你不要等到有问题再喝，你要平常就要保养，你知道吗？对。那你平常保养，你可以选择，就是你如果觉得说啊，我不要每天喝可以，那2天喝1次都 OK 的，没有问题的。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哎，还可以卖之前那个。祝你生产顺利哦！啊，谢谢，感谢你，田总。原先真的不是卖这个产品啊，我是刚刚打给田总问能不能卖，因为他教我喝这个产品，他说肯定能帮到我。OK， 对。OK， 那每一个朋友帮我一个忙。乳癌可以喝吗？只有60套啊。60套。OK， 乳癌可以喝吗？乳癌。乳癌。来，我跟你说，第一个。如果你去手术完毕之后，等伤口愈合之后再喝。伤口愈合之后再喝没有关系。OK， 好了 ，OK， 每个朋友帮我刷一排大大力的爱心给我的田总，沙拉嘿，拜拜。OK， 拜拜田总，拜拜田总 ，OK， 拜拜 ，OK， 感謝田總 ，OK， 誒。講真啊，我今日本身原先真係唔係賣呢個產品，但係我覺得每一個朋友認真咁同大家講一聲 ，OK， 你真係要照顧好你自己嘅身體，唔係好似我而家呢一刻真係出咗事，真係出咗事，準備真係冇辦法要頂着頭皮去做手術，唔知幾時腰痛，唔知幾時個腎痛，你先走去飲。同埋我同你講一句説話，我認真同你講，我爸爸就因為腎病而離開呢一個世界。OK， 我爸爸因為 OK 要洗腎，就離開咗呢個世界，明唔明白 ？Savina， 那個正生堂也可以一起吃，因為田總也有叫那個正生堂跟那個蟲除酵素一起啊，6到8周就會有。其實我為什麼說他不聽話了？其實還沒有認識田總之前呢，我其實對酵素我也知道是很好的。我在香港有買酵素，但是香港的酵素很貴，什麼時候喝？放前還是放後？沒有最好放前。你固定一個時間，你固定一個時間。比如說，你每天是早上的，你就早上了；你每天是中午的，你就中午了，明白嗎？ OK， 你定時就可以了。最好就是空腹喝。嗱 ，OK 就要報名得啦。對， OK， 謝謝。我真係嗱頭先田總講咗啦。我真係得60套，只有60套。我覺得真係嘅。香港買得很貴，但是它沒有蟲草在裡面。唔好因為真係有病嘅時間，好似我臨急抱佛腳。OK， 每一日你哋真係 OK 又可以嘅話，大家提醒大家 OK， 叫我去飲呢個蟲草酵素，好唔好？跟戰勝糖一齊吃，對腎臟好好。OK， 嗱，聽清楚60套。OK， 一陣間咧，我哋介紹咧係會一盒盒嘅。OK， 嗱，很方便的你們，因為它一瓶一瓶這樣子。我同你講嗱，我講多次啊，最好真係嘅，你哋擺落個雪櫃度，好好飲噶。OK， 嗱，聽住聽一次。OK， 而家我俾曲你。OK， 到時你哋收到一盒，因為我冇樣板喺度，因為我哋冇諗住賣㗎。OK， 一盒有6支，每一支30 ml。OK， 每一支30 ml。OK， 只有60套。如果你每80就喝1個月，你們最好3個月這樣子買，明白嗎 ？OK， 因為你不要喝1個月之後，你又沒有貨了，明白嗎？而家我直接係俾5盒你，5盒，你們直接帶走，就是剛剛好1個月。但是我跟你們說，你們最好就是加3，因為3個月，因為送過來也有6個8個星期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嗱，聽我說，只有60套而已。曲是什麼？C快，聽清楚多少錢 ？OK， 60套而已。168塊5盒，168塊5盒，可以喝1個月。你要跟我一起去喝 ，OK？ 把你的身體弄好
OK， 維持你自己身體健康，尤其是有腎病、有腎功能 OK， 有腎石嘅問題，其實唔係包括有腎嘅問題啊。你係可以照顧到你個身體，令你個身體唔會有酸性，唔使好似話頭先阿田總講，我成日要飲嗰啲叫做咩鹼性水。OK， 嗱，今日我第一次買，因為我真係我身上有腎石，所以我先要介紹大家呢用呢個產品。嗱，我唔係同你講笑，我唔係用我個身體同大家開玩笑。嗱，我講多次，只有60套，曲係 C5，168盒一個月貴不貴？我跟你說，一點都不貴。好似我咁，而家準備要推入手術台啦，要入去做手術啦。喂，唔好話168啦，我俾1688啦，我都要俾啊！明唔明白我講乜嘢啊？呢個產品你真係要帶翻屋企，保護好你自己嘅身體，令到你個肝、你個腎免受傷害。而家係保護住你啊！明唔明白 ？OK，C5，你要的快點揸起來。OK，Mandy Choi OK 加3 OK， 還有50多盒。OK，50多套 C5，168，一點都不貴。OK， 我跟你說啊，你最好點樣飲？聽一次 ，OK， 你固定每一日乜嘢時間你自己去飲，譬如好似我咁樣 ，OK， 我每一日 ，OK， 我起身，我中午我食飯前咪走去飲咯，明唔明我意思？嗱，我講多一次啊，聽住，我俾你睇多次啊 ，OK， 到時你收到係咁噶 ，OK， 一盒盒噶，你快啲去加單。如果阿 BB 啊，認真嘅 BB。Brandon， 你真係去加呢隻單 ，OK？ 你同我一樣經常生腎石。如果你個朋友個腎經常有問題， Angela， 經常唔舒服，可以跟其他的 supplement 一起，可以跟其他所有 supplement。我同你講，而家我準備，他也有吃那個真生堂一起吃。我而家未來日子 ，OK？ 我要食 OK 酵素，飲酵素 ，OK？ 然後食戰勝糖。跟住靈芝孢子粉 ，OK C5， OK， 唔係同你講笑噶，我真係而家喂，你唔好話喂，遇到真係有事，遇到有問題，你先走去驚，你先走去飲，168蚊飲1個月，一啲都唔貴 ，OK， 我同你講 ，OK， 你哋唔係講笑噶，每日日去飲一支。明唔明白？每一日定時定候去飲一支，同埋嗱，我話俾大家聽，未來日子我會 OK 2個星期之後，我會有我份報告會出。當我份報告一出嘅時間，我會俾大家睇，以作公證。而家我個身上嘅膽石就係腎石 ，OK， 我嘅腎石就係有8.5 mm，OK， 而家我由今日開始 ，OK， 如果吃中藥 ，OK， 如果你是吃中藥，2個小時後 ，OK， 2個小時後 ，OK， 我跟你說啊，等一下 ，OK，Admin 啊，看看啊 ，OK， 因為我很多蟲草真的非常之好，如果我們平常在外面買蟲草是很貴的，你們明白嗎？所以田總說，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問題的，你保健的，你可以2到3天喝1瓶，但是如果你身體有狀況的話，你肯定剛開始的時候你每天喝，明白嗎？然後你改善了，好像鬧哥他會持續3個月，然後看看他的 report， 如果他有改善的，他就可以就沒有不用每一天這樣子咯，明白嗎？快點加 OK， 我叫我 admin check 啊 ，OK， 聽清楚啊，我們只有60套而已 ，OK， 現在 OK， 我叫 admin check 一下，因為我今天我的那個 Facebook 有問題 ，OK， 我看不到很多的留言啊 ，OK， 來聽清楚，我跟你們說原價，謝謝 Christy， 原價聽清楚，它的價格是多少錢？一盒接近100塊新幣，現在是5盒直接給你帶走。你靠我說你再買了。我之前喺 P 平台買咗好多囤貨，OK， 快點去下單。我跟你說，之前是4盒168，這次是撈過才有福利啊！真的是假的，小魚，我真的不知道咧。你買多少錢？我們有。BB 快點去下單，OK， 我同你講，我同你講啊，唔好真係好似我咁，喂，我而家發現，我而家日日都提收電單。因為如果你有事你才來喝，它會慢很多，你要等它。如果你沒有事的時候你喝，它就會幫你保證你的身體，明白嗎？你就不會很容易生病啊，很容易生什麼的。如果鬧哥好像他現在他已經生了。
就没有办法很快就没有了，明白吗？快點揸起來，C5你們真係我同你講，如果你們是第一次，你們想 try 的可以，你們可以加1，但是如果你相信我們，相信田總啊的話，你可以加3，就是3個月，你就不用等，明白嗎？你身體慢慢改善了，你就不用再等。但是你可以如果你真的想加1先 try 的，可以。對不起，最後22套 ，last 22 ，OK， 22套 ，OK。我同你講，我肯定自己會囤貨，我會自己親自真人去做實驗俾你睇。田總說不是，OK， 但是我們出的扣是5。田總啊，我已經買5盒了。對不起啊，田總，你就給我們1次吧。之前你們是給我們1次吧，田總，你看看我的生的。我不知道我們是第一次賣，我們一直說了田總， 5盒。你看我的生的分散嘛，給我賣5盒嘛，好不好 ？OK， 來，最後20套，OK， 嗱，我再講多一次。因為說真的，我們是第一次賣，我不知道是4盒還是5盒啊。我不知道啦，不要理他了，我們現在不要理他了。我係自己第一次自己賣，嗱，我講多一次，點解今日我哋會 OK？腎是過濾器官的。腎是過濾水的器官，如果腎出現問題，只是要洗腎的，這個產品可以幫助你。對，謝謝。OK， 點解係5盒？我唔知道。OK， 我都不知道，我們是第一次賣，對不起。田總 ，OK， 小魚剛剛說是可以5盒，你跟你小魚打交先。OK， 嗱，聽清楚。OK， 我說國語了。其實我今天真的沒有打算賣這個產品。但是 OK， 我真的昨天去 body check 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真的是那個腎又傷得一粒腎石，然後我馬上謝謝你 support you OK， 謝謝田總，然後你們快點加，因為我們只做1次啊，5盒啊，C5加你要的數量。然後我就打給田總，我說田總搞不定，我真的不想再做手術了。OK， 然後他跟我說，我說如果我不做手術，能不能把我身體那8.5 mm 那個腎的石頭慢慢去掉了？他跟我就說，你肯定要喝這一個酵素，重組酵素。OK， 他跟我說肯定要喝這一個。剛才田總跟我們在一起做直播，他跟我說 OK， 你每一天固定時間去喝，比如說你早上你每一天喝1瓶，可以保護你的腎。OK， 如果你的肝也可以保護，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尤其是如果你家人曾經經常上腎石，還有就是OK， 有一些老人家要洗腎的 OK， 我跟你說，我爸爸就是洗腎離開這個世界了，我爸爸就是這樣子，所以呢，你們我不是嚇你們，我們不會拿家人來開玩笑，明白嗎？所以如果你們真的要好好保護自己的身體，所以你們不要覺得貴，因為真的100多塊，如果你去買蟲草是10倍貴的，真的很貴啊，真的很貴的。所以這一個如果可以幫助我們改善我們的腎、我們的肝，我們真的要 try。對，因為身體永遠都是最重要的。OK， 咁頭先剛才田總講 OK， 因為你唔知道究竟你個身體係屬於乜嘢，因為你個身體如果係屬於酸性，係好容易生石，我就係其中之一。OK。假如說之前有一個顧客，他差不多要洗腎的啦，然後他喝完這一個之後，他的數據非常好，到現在也不用去洗腎。Sorry， 最後把套 OK。Yes， 我跟你說 OK， 這個價格是田總，是田總給我們這個優惠的價格，因為他看到我的石頭的分享 OK。C5， 你快點去加，一點都不難喝，很好喝。對，酸酸甜甜的。我跟你說，你聽清楚，現在一盒6瓶。對。OK， 一盒是6瓶啊。OK， 一盒是6瓶。OK， 現在你帶走是5盒，剛剛好是一個月168塊而已。我跟你說，一點都不貴。如果我知道 OK 每一天喝這個產品，令到我的腎不會上腎石 ，OK， 我肯定天天去喝。我跟你說，你不要跟我說168。如果這個產品 OK 不用你開刀，不用你做手術，不用你去那個 OK 那個洗腎，我跟你說一點都不貴，真的。你要給我們一個月給168，1680我都給。
还有 OK， 如果你最後如果你有每6套天吃虫草啊，你1000多塊一個月都不夠啊，真的。Every drink one box， 每天喝1瓶，one box 裏面有6瓶，然後所以現在你每加一就是1個月的量，就是會有30瓶，明白嗎 ？OK， 我同你講一啲都唔難飲，到期時你哋揸住係一支支嘅，咁你記住每日飲一支，每日飲一支，明唔明白我講乜 ？OK，Admin 還有多少？嗱，聽住。C5啊。真係加蛋，唔係講笑。OK， 大家同我。真的很重要，它真的我而家我同你講，很我自己都好驚，因為我真係做咗有3、4次唔同嘅手術。OK， 咁因為真係每一次你會發覺條腰痛到你真係有8、9級痛。你去廁所去唔到，當你做完手術之後，你記住你要成身麻醉，你記住如果最後5套啦 ，OK， 有沒有幫我買 C5？ 人真係唔好經常全身麻醉，麻醉得多你嘅人都會暈暈頓頓。跟住你麻醉完之後，佢攞啲 laser 幫你打完石頭，跟住最慘一件事係乜嘢？你要去廁所排翻。OK， 你們每一天提我去磕那個蟲草。他每一天啊，開播的時候，他現在就定啦。OK， 在他開播的時候，他真的給我很多。OK， 田總真的給我很多60套，現在最後5套。最後5套 C5 5盒，這樣子帶走168塊。我答應你們，我每一天都喝。對。因為我跟你說，你的腎真的是很重要。OK， 剛剛撩有泡泡，要趕快喝啊！哦，就是有問題的前期啊，有呢個症狀啊，尿有泡泡啊，可能就會開始出現問題，所以你們就趕緊喝這個酵素啊 ，C5 占你要的數量啊，之後我們就會換回168塊4顆，現在是5顆啊。多1顆啊 ！OK， 來快點去下單，等我一下。你講到我都驚，而家何一平先 ，BB 啊，你家裏有，你肯定要磕，你為什麼不磕？還有你已經上過洗頭，你肯定要天天磕，你跟那個一起磕，每天。我跟你說 ，OK， 現在我最後3套。Last 3 only， 最後3套 C5 加起來168一點都不貴。你們可以加 +1 先 try， 但是如果你相信我們相信田總的話，你可以 +3， 因為 +3 就是3個月的量，因為我們吃保健的不可以1個月吃1個月不吃，明白嗎？就會浪費，你最少吃3個月半年這樣子，你會看到效果。還有如果你 +1 的話，你喝完第一boss 之後，你就趕緊跟我，如果你覺得好的，你趕緊幫我們下單，明白嗎？你就不用等了，因為如果你喝完一瓶之後，你又等3個月就對你的效果。我跟你說，我現在我每一天提你，麻煩你每一天提我。我們兩兄弟每一天 cheers 啊 ，OK， 你明白嗎？真的。OK， 來，不好意思 ，last three。啊，最後3套，你唔想好似我咁，喂，真係要推入手術室做手術，俾啲姑娘圍觀你個姑姑，跟住又要攞嘢通你個姑姑。OK， 你記住生腎石真係好辛苦啊，同埋你記住個腎係可以幫你排晒所有嘅毒。下一次 OK 啦，可以啊，下一次你刻完就可以在我們的平台訂，可以啊。Last trip， 這一個我跟你說，那個會用他自己的 report， 然後去每一次去檢查，然後給你們看。我可以做 body check 的。所以我們會長期賣的，因為這個產品真的幫到他，我們會很大力分享給你們。我肯定會，因為我們都不想你們生病不好，動手術這樣子咯，明白嗎？所以你可以在我們平台賣的。OK， 可以啊，多點進來賣就對了。OK， 因為我現在未來一直要。還有3套C5， 反正你們。哎呀，還有誰還沒有下單？如果你們在想，幫忙好不好 ？Last three only。OK， 我再說多一遍，一盒。多少瓶？6瓶，每一瓶 OK， 每一盒有6瓶。現在你C5，last two，
OK，来，虫草酵素啊，这个对身体真的非常好。虫草很贵的。我们先不说酵素，虫草每一个人都知道虫草，每个人都知道很好，很贵，对吗？对。然后这个还有酵素在里面，这个酵素他们假如说它是过滤我们的肾啊、肝啊什么的，所以如果我们做好我们的 filter， 我们做好我们的过滤，我们身体就会好，明白吗？他好像闹哥他，我答应你，真的，我天天都会喝。闹哥就是肾那个石头，其实肾呢就没有什么要吃的，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差不多要去洗肾了，明白吗？他爸爸就是这样子，从医学。角度，他沒有什麼藥給他吃的，對啊，好像他的石頭，他只能動手術。你知唔知啊？對，洗腎咧真係好慘。對，嗱，我而家同你講啦 ，OK， 我唔係嚇你，洗腎嘅人咧 ，OK， 一係你去醫院，每一個星期你要去醫院，唔係洗腎啦，係直頭洗肚、洗血。OK， 我爸爸就係每一日喺屋企，每一日要洗4次。咁咧，因為咧嗰包洗腎水咧，驚佢 OK， 你注入你嘅身體度咧，嗰包水咧，佢要每一次去暖咗包水先。點解要暖咗包水？如果將一啲嗰啲生理鹽水打落去裏邊咧 ，OK， 你個人會發寒發凍，明唔明白 ？OK， 剛剛跟你 order 咗 M&M 印加嗰樣，明天就到啦。謝謝你 ，Joby， 謝謝你。嗱，聽清楚。咁咧最慘一樣嘢係乜嘢咧？你基本上係每分每秒每日你係唔可以嚟我屋企，因為你每日要洗，你每日要洗4次，每一次係要洗一個鐘頭。跟住最慘，你每一次你洗腎之前，你要攞個包水去暖，你暖結時間又要半個鐘，同埋當你真係去洗腎嘅時間，你會發覺你個身體上會有一陣好難聞嘅氣味。我爸爸就因為洗腎而離開。咁講真，我阿媽我都唔想咁後生去做呢件事。OK， 如果我唔係嚇大家，如果你真係要保障你哋自己嘅身體，保障你哋嘅健康，嗱，我認真再最後講多次，我最後2套我關播。OK， 我關播。OK，last two only。因為平常就是 C5 就是4顆的，今天我們第一次賣。OK， 我第一次自己買。OK， 田總真係俾優惠我。謝謝田總，對。5 OK， 每一天喝1瓶，每一天喝1瓶，我還有最後2套。OK。有先演 ，OK 有冇有心人 ？OK 同我一齊去戰鬥，一齊去保護你嘅身體，保護你嘅健康。C5係有5盒，每一盒係有6支，啱啱好30支，啱啱好足夠飲你1個月。但係我講真嘅 ，OK 我自己已經係加單，我已經同田總落咗好多單。OK， 我真係要每日都去飲，因為我而家我身上係有一粒8.5 mm 嘅石頭喺我身體裏邊，我唔想做手術。OK， 因為做手術真係好辛苦。田準同我講咗，真係話 OK， 佢話可以把8.5 mm 縮小。佢話 OK， 只需要我持續飲1個月至3個月，佢會由8.5 mm 慢慢縮，捉到2、3 mm， 或者1 mm， 然後就排出嚟。佢就慳翻10幾萬啊！我就可以慳翻10幾萬。咁你話168蚊 ，OK， 不要說10多萬，它是2萬塊新幣。我每一天喝1個月只給168而已。OK， 我喝3個月，我就可以閒回來2萬塊。對不對 ？OK，last two， 你們自己揸單好不好？對，你們自己揸了 C5 啦。OK， 我們不囉嗦那麼多了，好不好？謝謝你們。那明天我沒有直播，明天星期6是我放假。OK， 星期天見了我們明天我們後天再見，快點揸好不好 ？C5 OK， 拜拜 ，See you everybody，See you，OK， 拜拜。